伊虔诚的听众熬早，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0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0页，上解头一抓，上解头一抓，已经解说甲四谛一切万法，解将自性起用，是真界定慧法，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即马刷来要来解释下面，下面就是天五基月，基甲月迄个中间有一个圆箍啊，这应该呢是毋免天五基月，这应该就是一句话。六祖慧能大师讲：心地无非自性界，心地无起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心去心来本三昧。咱即马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听智成啊来讲起新秀大师所解说的界定慧，慧能大师就讲啦，讲新秀大师的界定慧啊，是接待成人；我的界定慧呢，是接最上成人。偏偏是一个界定慧，为什么不同呢？因为误解不同啊，所以见有地质。慧能大师又搁在对智成讲啦，讲我来讲我的界定慧，互你听，你听听看卖，看到底呢，是毋是啊？甲新秀大师的有所不同。当其时在这个所在呢，六祖慧能大师搁在对这位智成安尼讲啦，讲一切呢，拢袂使哩啊，离开了自性。个人讲若是离开了自性来讲经说法呢，这啊就是一种的相说啦。也一切万法呢，拢是将自性起用，万法为心，离自性以外呢，是无界定慧。这呢，才是实实在在界定慧法。啊，讲这个道理了后呢，就讲天五基月，就是讲你来听我来讲这个基，这个月呢，就是讲我呢，就来讲这个基啦。那这个基是怎样讲法呢？讲心地无非自性界。讲这个心地啊，无非呢就是自性界。那这个心地无非自性界，这个心地呢，在前面已经讲起真正济。依照心地观经所讲，三界之中呢，是以心为主。众生的心就敢若像大地，五功五果啊，从大地生。这个心法啦，会出生了世间善恶五处有学无学，独觉菩萨以及甲如来。因为这款的缘故呢，三界为心嘛，所以这个心呢，名叫做讲做地啦。所以这个心地无非自性界，这个心地呢，就是个指心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心呢，若是无非啊，就是自性界。呀，这个非是安尼个就讲做非呢？这个非者就是起念的意思。凡是起一个念头，这就不对了。只要呢有一个念头，就是违背了清净的心地，所以就叫做讲做非。
在起信论有安尼讲伊伫法性无染，离五欲过故，随顺修行四波罗蜜。在起信论所讲的即几句话呢，会使你做遮的心地无非自性界的注解。起信论就是讲，因为了知法性是无染，就是讲法性的本体呢，是一种的清净无染物。法性的本体呢，是离开了五欲的过患。了解这个道理就随顺这个无染、远离五欲的法性来修行四波罗蜜。四波罗蜜就是戒道，就是讲戒的法门啦。那意思就是讲，你要来持戒，应该要体会到清净无染的法性，要随顺着远离五欲过患的清净法性来去修。假如讲你若是会当体会到清净无染的法性，会当好随顺着远离了五欲过患的这个法性来去修呢，安尼自然然啦，你这个戒法呢，一定会当好来成就，会当得到四波罗蜜。那反倒转来，你袂当好来了知法性的无染，袂当好远离五欲的过患，安尼你要来修四波罗蜜啦，就非常困难。因为你要持戒，那就是爱戒掉了贪嗔痴，尤其是这个贪嗔痴其中这三项呢，贪的烦恼，可以讲就是使咱最无容易该制服的物件。咱目睭所对的、耳孔所听的，就是讲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啦，所对的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界。对于顺的境界呢，会生起贪心；对于违逆的境界呢，会生起嗔恚心。这个贪心或者是讲嗔恚心的本身就是一个愚痴心。因此呢，必须会当好来了知法性是无染，来远离着五欲的过患。安尼呢，才会当好来修行戒道。伫遮所讲的心地无非自性界的意思也就是讲，这个心地呢，本来也是无非的物件。心地呢，无一点仔的这个贪嗔痴的念头。那这个无贪嗔痴念头的迄个动体就是一种的自性的界。那这个自性的界呢，就是一种的自然的界。本具的界，这毋是咱现主是众生的这款的修为所作的界。那这个修为所作的界，甲迄个本然本具的界有啥物款的不同呢？我在这个所在提一个真正简单的例起来说明呢，我相信咱会当来容易了解。那譬如讲，有一个人在平常时阵，伊就看到迄个酒根本就会惊。也闻到薰的味呢，伊真受不了。就是讲对于这个薰酒呢，一点仔都无趣味。因此啦，无论是讲酒放较济伫面头前，无论是讲这个薰放较济伫面头前，伊绝对袂想要去啉酒，无想要去食薰，自然都无想要爱迄个物件。在伊这心肝底根本呢，都无一个要啉酒要食薰的迄个念头。这呢，会使你譬如遮所讲的这个无非的自性界意思。那假如讲一个平常时阵真爱啉酒、真爱食薰的人，酒已经啉了过度了，薰已经食了伤济了。酒呢啉伤济对身体会歹歹，薰若是输伤济呢，听伊讲要着肺癌的迄个比率相当悬。那即摆医生甲伊看，讲，哎呀，你这个人心脏病、血压悬，就是因为啉酒啉伤济。哎呀，你这个人肺部毋好就是食薰食伤济，你应当戒薰戒酒。好啦，那戒薰戒酒无戒袂使哩咯。所以结果呢，本来心肝底真想要食，但是呢，必须伊有迄个理智去控制，讲袂使哩。
为着顾我性命，袂使啉酒啊；为着要顾我性命，袂使食薰啊。哦，伊若安尼，就是讲伊一方面有想要啉酒的心，有想要食薰的心，已经在心内啦。那一方面呢，才去甲伊控制，哦，才去甲伊制止。伊若安尼，即款这就是种做作的，就是讲你已经在内心有迄个物件了，你怎要去甲伊制止？那就是属于作为的修行。那即款作为的修行呢，就毋是直接所讲的这个自性界。那这作为修行呢，就是等于前面神秀大师所讲的，讲诸恶莫作啊，免为戒。哦，就是讲迄个毋好的代志呢，毋通去做，这名叫做讲做戒。伊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就是讲心地无非，这是自性戒。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位明心见性的高僧，所以呢，伊拢处处约伊这个心地的立场，哦，约伊所悟的迄个本性的立场来说明这个道理。哦，在这个心地中呢，根本呢是无有贪嗔痴的种种的分别念头，那这呢就是自性的解体。那边讲心地无痴自性慧，讲这个心地呢无有痴，心地无愚痴这就是一种的这个自性的智慧。在起信有伫咧讲，以智发性体明，理无明故，随顺修行，不择婆罗蜜。在起信论这几句话呢，会使咧做这心地无痴自性慧的迄个解说。在起信论所讲，就是讲因为会当互来了知发性体明，就是讲发性之体乃是光明的。离开了这个无明的因果，所以呢，就随顺着这个光明的法性本体来修行不择婆罗蜜。那这意思就是讲，法性本体呢，本来就是光明的物件。这个光明的法性本体呢，这就是自性中的慧啦。哦，这呢，毋是咱现实时所讲的修行的这个智慧，咱这个自性慧就是讲，在自性心中本来所具足，这个自性心中本来所具足的，甲这个修的到底又有所不同啦？有啥物不同啦？哦，我在这所在，搁再举一个事例起来说明。譬如讲，有一个人啦，伊本来呢就真正聪明，咱再来讲世间的聪明哦，莫讲咱佛门中的智慧。那因为伊真正聪明所以对世间的每一项代志拢真捌尤其是对这个人情世事啦、待人接物方面逐项拢真正捌。那这呢是伊本来就是捌的物件，因为伊本来就是对这个人情世事真捌，真正聪明，所以呢根本就无需要人家教。伊自自然然拄着一个人啦。伊就会当好依着伊的礼貌应付甲真正好势，绝对袂对人怠慢，绝对袂对人失礼，绝对袂去得罪人。那即摆搁再讲其中一个人，真正无智慧，真正无聪明，所以对这人情世事逐项拢毋捌。那逐项拢毋捌呢，这人就该教。但是呢，因为伊本来就无迄款的这个聪明的，较戆啦，所以就教一项会晓一项。还佫教一项才会晓一项譬如讲，人来啦，你也不要叫人讲入来坐你也不要捧一个茶互人食。好啦，这大人都该讲，你毋着学较精咧，人来毋着叫人入来坐，你毋着捧茶互人食，安尼我会晓啦。那么今仔日呢，人来，我即马捧茶互人食，叫人入来坐，我明仔载可能佫袂记了。那是毋是讲人入来了，你捧茶互人食，叫人入来坐就可以啦？那假如讲，那有代志，要佫甲你讲几句话，还是讲要佫接发什么物件？哇，你袂晓，无甲你教，又袂晓，又是佫对人无礼貌，要来变成一项都去甲你教，哇，这样实在是非常的无容易就是讲，你本来呢是讲一个无聪明的人，要一直安尼慢慢甲你教，甲你变成聪明的人，这实在真困难。那这呢，
就是变成讲不断爱甲你教导你才有办法。若是讲一个人伊本来呢就是一个真聪明的人，所以无甲伊教，自然的伊就会晓。那么这个无甲伊教，自然的会晓呢，就等于遮所讲的这个心地，伊的体呢本来就是光明，本来就是无愚痴，这呢就是一种的自性的智慧。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戒，乃是自性中具足的戒体。伊所讲的智慧呢，乃是自性中具足的智慧。下面讲心地无乱啊，自性定。讲这个心地无乱呢，这就是一种的自性定。在起信论就安尼讲啦，讲依地法性相定，体无乱故，随顺修行上波罗蜜。起信论的这几句的解说呢，也会当后来做咱遮所讲的心地无乱自性定的意思解说。依照起信论所讲，就是讲因为会当后来了解法性呢是相定，法性常常呢都是安定伫迄个所在，体无乱故，就是讲这个法性之体呢根本就无乱，所以呢就爱随顺着这个常定无乱的法性本体来修行迄个上波罗蜜。那这个心地无乱自性定，无乱的这个心地啦，就是一种的自性定。六祖慧能大师伊的定呢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定，毋是讲有乱了才来去修，有乱了才来去控制心的迄款的定。那这个自性定甲咱都爱修的这个定有啥物款的差别呢？在这个所在，我往摕一个真正简单容易了解譬如起来说明。譬如讲两个囡仔，其中一个囡仔呢真正稳定，伊边咧扑扑跳，边咧扑扑跳，所以你讲叫伊遐济，伊就遐济，你叫伊讲看册就看册，写字就写字，伊会使讲自在啦，真安静啦。那其中一个囡仔毋是，哇，比像野马安尼，哭撞即么哭跳，根本呢，你都一大句你都坐袂掉啦。那伊即个本来呢，就是真正安定的即个人根本你毋免叫伊讲点遐济，毋通叮当，毋免来讲，伊自然的都是安然不动就坐伫迄个所在。那你即个呢，扑扑掉即个你怎甲伊发讲毋通安尼黑白叮当，差不多停1分钟。1分钟过袂记得，又是搁搭扑扑跳，搁搭扑扑跳。那像即款人，你要来控制呢，实在是非常无样甲控制。所以咱囡仔话嘛是安尼真活骨、真活动的囡仔。安尼老爸老母自早起甲发到暗，但是呢都无办法。你甲发脾气，甚至讲起性地甲伊吹皮扇落去，差不多安静3分钟，哇，3分钟了，搁来开始搁袂输伫做风台共款安尼。那即款的，这正正就是表示讲咱众生的心，因为梦想烦恼纷飞所以呢，你要叫伊定落哇，实是非常困难。想尽办法呢，你都无法度好安定。那这个自性定就是讲，咱的这个自性，咱的心的这个本性本来就是无乱的物件。那这个乱者乃是咱这个自性心面顶迄个烦恼，毋是自性心的本体。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讲，这个心地无乱，那么这呢就是自性的禅定。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戒定慧呢，拢是约这个自性所讲。所以在前面，伊就讲我所说法不离自性。戒定慧嘛是不离自性。假如讲离开了这个自性来讲道理那变成是一种的思想之说，变成呢袂当好来刻下着这个佛法的真理。一边讲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这个不增不减自金刚，不增就是讲无增加，不减就是讲无减少。自金刚，这个自金刚就是讲自己自然就是金刚不坏之体。
为什么叫做做这个不增不减？是咧指什么不增不减呢？这个不增不减啊，是咧指这个自性，就是讲这个自性啊，本来呢无增加也无减少。用这个自性本来无增加讲起来，就是讲生活的时阵呢也无增加。用这个无减少讲起来，就是讲咱做一个凡夫众生呢也无减少。伊迄个体啊，乃是精坚明净啊，必然不消。所以呢，摕这个金刚来做譬喻。那这个不增不减自金刚，这句话呢，就是伫咧消除咱众生啊，可能有一个增减的迄款的见解错误。可能咱伫咧学过修行的人呢，会想讲，咱现就是做一个众生啊。已经失去了智慧了，所以就变成讲，这个智慧呢就减少去了。啊，咱即马来学佛修行，也成佛了，哇，咱就增加了智慧了。所以成佛的时阵呢，智慧就增加。我想这是咱一般的人真容易啊，有这款的误会。为什么呢？这个误会也是难怪，就是讲咱，因为事实上咱现在是做一个众生都无智慧的，安尼岂毋是这个智慧减少吗？那假定讲，咱在伫咧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咱加学一日，咱加了解一份的佛法，安尼岂毋是就是咱的智慧增加吗？咱一般呢一定会安尼想法，因此呢，咱就会认为讲，到成佛迄个地步时阵，智慧增加真正济。也假定讲，咱现在是沦落在这个众生中，尤其是那么比人搁再较苦恼的这个畜生道，或者是讲恶鬼道的众生啦，因比咱较无智慧，所以愈苦恼的众生啦，就智慧就愈减少。最低限度呢，咱对于这个智慧的增减啊，一定呢有这款的这个错解。那这款的错解的产生，就是以咱现在时的智慧的这个作用啊，引起的这种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解说。咱必须了解，为什么咱现在时会感觉讲咱智慧减少？事实上，毋是讲智慧减少，乃是咱本来有的智慧的面顶，有这个无明烦恼，甲咱砍掉了，使这个智慧呢未发挥作用。佛菩萨为什么感觉讲智慧增加？或者是讲咱即马咱也有伫咧学佛修行，慢慢感觉讲咱智慧增加呢？这就是讲咱将这个无明的烦恼慢慢扫除掉。咱即马扫除一份的无明，就显现伫一份智慧作用。那这摕一个譬如呢，就参像讲一拍这个义工灯讲，因为伊迄个垃圾规支迄个讲呢，拢垃圾卡掉咧啦，所以呢，拢无看到光。你即马呢，你该切一束仔镜，迄个所在光就照出来；，搁切一束啊，迄个光搁照出来。你这个义工灯讲完全规支甲切甲清气咧。那么，这个规支义工灯讲的迄个光拢照出来，那就是讲你约迄个有7清气，无7清气，该讲迄个光减少啦，迄个光增加啦。那事实上，这个义工灯讲，迄义工灯的灯火是毋是由于讲你迄垃圾卡掉了，伊就无光呢？无光呢，只是伫内底无发出来，发袂出来而已。也毋是讲因为你甲7清气啦，迄个光就合作增加较济出来，根本无，本来是遐。只是你垃圾7清气了后呢，迄个光啊，将来照出来而已。所以智慧呢，应该呢是无增无减。那咱的发生真理呢，更加是不增不减的物件。所以在这个所在，慧能大师讲，发生是不增不减。那这个发生呢，是一种坚固不坏的物件。安尼，就讲做不增不减自金刚。注意轻声听讲。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